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2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，约伯记36章第1节到2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给大家三角思考的主题是属道的权利。一般咱讲到民主，有真侪人直接想到是家己的权利。虽然人时常讲天赐的人权，也讲到自然人权，但是咱爱确实在，就是伫制度化的现代政治体制以及咱的社会体制下面，所有的权利权力，拢是制度人权。只有伫迄个制度稳准的下面，咱才有法度享受权利。如果制度无稳准，就无有权利通好讲，并且权利有可能有大有小，嘛可能有也是无。但是这个权利另外一个相对的，就是迄个义务，这个部分真少人去提起。约伯是圣经中间一个悲剧的人物，伫伊的朋友甲伊的对话中间有真侪讨论到人的权利的问题。好啦，亲像讲上帝应该爱安怎做啦，还是讲上帝会当安怎做啦？啊，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约伯记36章第1节到23节的经文，咱看到伊的朋友以利户所讲的，好那亲像伊真有权利来替上帝讲话，伊真有能力来证明上帝的作为，是对的安尼啦吼。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，以利户搁续接安尼讲，你等一下，我要指示你，因为我也有话替上帝讲，我要对四方来处知识，证明我的创造主是对的，我的话实在无白贼。有知识招庇会徛伫你的面前。上帝的权能、上帝的智慧，需要互人来证明吗？虽然人拢有权利讲话，但无一定有权利通好来超越你的权。咱继续看以利户伊所讲的话，伊讲上帝有大权能，无看轻人，伊的智慧权能力大，伊无互人互歹人活落去，伊公平对待困苦的人，伊的目睭不时看顾义人，互因甲君王做伙坐王位，得到尊严到永远。人若互少年连治，互苦难会扫甜的，安尼是上帝的指示因在家己的所做，以及因所犯的同罪。伊搁开因的耳孔受教时，只是因着悔改离开罪恶。因若顺坦来顺服伊，就会日日亨通，年年安乐。因若毋顺坦，会互倒剑台，因为无知来死。心内无上帝人不时地受气，因受责罚嘛毋求上帝帮助，因为伫少年的时就死，会见效中断开。上帝通过苦难解救受苦的人，用灾难互因醒悟。上帝爱要救你脱离灾难，带你到开阔自由的所在，佮摆满丰盛的食物伫你的桌顶，总是歹人应得的刑罚担临到你，你袂当脱离公义的审判。毋
毋通因为受气抵到你侮慢上帝，嘛毋通因为财富的引诱惊骗去。你的财富对你减有利益，你的权力对你减有帮赞。毋通刻无暗暝，因为迄时人伫因大的所在受消灭。着谨慎，毋通转往罪恶，因为你选择罪恶，才会受着苦。看咧，上帝的权能遐尼伟大，有伫倒一个道士亲像伊，啥人会当指定伊着做的事？啥人会当甲伊讲你做毋对？看起来伊离乎亲像咧劝勉约伯，也亲像咧为着上帝做见证，证明上帝有能力，证明上帝是公平的。但是事实上，伊离乎是咧彰显伊家己的权力、气力、智慧甲地位，伊却袂记得家己的义务甲责任。保罗伫咧写互哥林多教会批信中间，也提到着使徒的权利甲责任。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节到16节安尼讲，使徒的权利甲责任。伊讲我减毋是自由的人，我减毋是使徒，我减毋捌看见着主耶稣。恁减毋是我为着主工作的成果，对别人来看，我检采毋是使徒；毋过对恁来看，我确实是，因为恁甲主结连就是做我使徒的证据。对遐会批评我的人，我安尼辩明：原剑无权通食通啉，剑无权甲其他使徒主的兄弟以及彼得同款，带女信徒做某做伙旅行。敢简单，我甲巴拿巴一定做工才会当生活。兼有人做兵，搁得食家己。兼有人种做葡萄园，无食园内会出产的葡萄；兼有人饲羊，无啉家己的羊奶。我讲这个兼是根据人的想法，律法兼毋是嘛安尼讲。摩西律法的规定，牛在轮五穀的时，毋通甲伊挂牛喙窿。上帝关心减是牛，伊减毋是完全为了咱讲的吗？当然是，因为工作的人肯毋忙工作，受割的人肯毋忙受割，因拢是期待得到五穀。阮若有伫恁中间也属灵的种子，对恁得到物质上的供给减有过分。别人若有权通对恁要求，阮减毋是搁较有。毋过阮拢毋捌用即个权，反倒当忍受一切，才免互基督的福音来受阻碍。恁一定知，伫圣殿的工作的人对伫圣殿的食物，伫祭坛的献祭的人分着祭坛顶的祭物。亲像安尼，主有吩咐传福音的人应该靠福音生活。毋过我拢毋捌用这一款。我现在写这的话嘛，毋是要争取这款的权。我连考试嘛无爱互我所看考的落空。我传福音并无有啥物通看考，我是奉命得传。我若无传，就有灾厄。使徒的权利甲着爱接受上帝所赏赐的责任，这是基督徒信仰的认知啦吼。就是亲像最近台湾立法院院长的选举同款，
虽然每一个立法委员可能拢有家己的投票的权利，但是因也有因应该要负的责任，这是担任立委的责任。权利可能会当带予人利益，但是嘛真有可能因为个人也是政党伤过看重家己的利益，来轻视着因的责任。基督徒嘛是安尼，需要被提醒，爱看重着上帝的呼召，以及咱真侪伊的仆人使徒的义务甲责任，才会通真真正正互人得到利益，彼此相听，并且来荣耀上帝。诗篇147篇第1节到11节，称赞全能的上帝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唱歌学乐咱的上帝真好，称赞伊是合宜，真通欢喜。上主重建耶路撒冷，自入以色列中受领去异邦的人，伊好伤心的人，包扎因的伤，伊算清神的笑目，一粒一粒甲因号名。咱的主至大有大气力。伊的智慧无穷尽，上主扶持卑微的人，甲歹人拍倒伫涂骹。恁着用感谢上主唱歌，弹琴唱歌，学乐咱的上帝。伊起云遮天，为着地准备雨水，予山发草，伊使食物互走兽。互地讨食的细只乌鸦，伊意爱的毋是马的力大，伊欢喜的毋是人的骹咬走。上主意爱的是敬畏伊、仰望伊慈爱的人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时常转去到伫起初的听，伫起初蒙福着的信心，不只是得顾着家己的权利，佮爱看重阮的责任来荣耀上帝利益正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